咁你買到你就一定會撲呢位。以前講咩啊？後有靠山，前面又有水，咁呢度邊度揾到水塘嚟啊？你有冇水塘咁唔使買噶咯喎。咁你遇到啱嘅，而家如果你坐北向南，而家買屋都係坐北向南最好嘅，因為冬暖夏涼嘛。但係如果坐北向南，後要有靠山，前要有水嘅，咁你買到你就一定會撲呢位。因為九運嚟講，你南邊見水嘅死硬係嘛？講20年風水嚟講咧，南邊見水，你肯定會叫撲。OK， 因為損財相丁咗嘛。你唔好，唔係後邊有靠山好咩？咁你要睇個方向喎，唔可以講下下同一樣嘢，係咪講一世噶嘛？而家呢20年坐北向南係好嘅，但係你北邊見水就冇問題，但係你南邊見水你就大鑊。如果以前住落去嚟嘅，你唔拆去咪得咯？如果你要拆開去嘅，就跟翻而家新嘅風水行噶咯，換噶咯風水咁嘅情形。